原來咁解。簫鼓聲中，邊緣回望。即係今日我同大家講下權力啦，即係其實我想講權力。權力係乜嘢嚟嘅？權力其實係簡單啲，從普通定義講起咧，你講支配嘅力量，支配嘅力量係啊，即係支配所有嘢嘅力量，所有嘢嘅力量，尤其是支配人嘅力量。因為透過支配人咧，你又可以支配物質㗎啦嘛。其實就係你能夠支配到人，你又支配到物質。因為物質咧係死嘅，係要透過人去支配。咁我曾經喺即係呢幾年嘅節目都類似講過，即係大家得閒就攞本書就係羅素嘅《權力論》嚟到睇睇啫。佢其實就講其實成本書大本都係講一點，權力其實係 based on 大部分時間係 based on 權威。係啊，權威係來自慣性嘅，即係你服從嗰個人咧，你係服從慣咗嘅。即係譬如話你舊老細咁，你 under 咗佢10年之後，咁你跟住出咗去撈，你發咗達啦，咁你見到佢話你都當堂腳軟嘅，其實係即係咁樣係。咁又試過好即係出名嘅實驗啦，實驗啦，即係話將大學生喺地牢度分為呢個獄卒同埋囚犯。慢慢咧嗰啲，其實大家個身份一樣，嗰啲囚犯咧就慣咗幫啲獄卒，而啲獄卒咧就越嚟越暴戾。即係話所以喺呢一個香港的命運嗰度有咁講，就係即係話其實就係呢一個朝代唔係靠武力能夠存在，朝代係靠權威而存在嘅。因為咧，即係我睇翻呢個羅馬帝國衰亡史咧，啲羅馬 emperor 咧不停俾人哋殺死嘅。即係如果靠 brute force 嘅話，係非常危險嘅。嗰個人覺得，喂，你俾我啲軍隊包圍住，我啲軍隊聽我講，我咪可以懟冧你咯，即係咁樣，係非常之危險。而中國朝代通常都係10幾20年就亡一次嘅，即係好短時期嘅，就因為你要出到一個天才，嗰個天才成日打仗打贏，又識得管人，控制到手上嗰班人，咁佢死咗點咧？咁啊，到第二個咧又係要同樣咁天才喎，呢條友係。因為個權威未曾確立到喎，喺個刻係，即係第二個又係咁叻嘅。我哋數翻歷史上嘅朝代就係咁樣樣，即係漢朝啦，漢朝之後就係惠帝嗰年，即係呂后啦，即係咁樣。呂后之後就即係你有漢文帝、景帝啦。唐朝唐高祖、唐太宗、武則天，即係連出幾個厲害嘅人，咁咪建立到咯。宋太祖、宋太宗。即係呢個明太祖第二代唔得，但係出咗個燕皇帝，即係呢個好大鑊啊！呢個其實清朝嚟講，努爾哈赤皇太極係個天才嚟㗎，皇太極係個天才嚟㗎啊！然後入關再爆一個，即係順治還可以再爆個康熙，咁梗係坐穩咗啦，即係咁樣係。到一坐穩咗之後咧，後邊嗰啲就唔 Q 使咁叻㗎咯，即係咁樣係。咁但係呢啲係即係呢啲理論，其實我都有講過下，但我講緊喺現實社會，喺現實社會係點樣咧？現實社會有兩樣嘢，第一，即係大家要記住兩個教訓。第一就係我哋係唔需要靠 brute force 去維護你嘅權力嘅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哋有產權啊嘛。即係你個夥計唔能夠謀朝篡位。其實背後係即係嗰個有個保鏢喺度，嗰個保鏢咧就係個產權個法律同警察啊嘛，即係咁樣係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呢啲權力即係嗰個產權。係唔能夠隨便外移咯，即係咁樣，係嘛？你如果 protect 好多人都係啊，我見到啊開達嗰個阿媽咪俾個仔搬咗出門口咯啫，因為佢成副身家要俾晒個仔，你又冚到一個兩難啦。以前就係你係咪俾晒啲錢個仔咧？你唔俾晒啲錢個仔咧，到你突然間死咗刻咧，就會抽遺產稅。你俾 Q 晒個仔咧，個仔就唔使再尊重你，啲錢唔使佢當啫，咁樣覺得你好 Q 煩啫，咁樣。即係中國人、香港人好多都喺呢度 strike 個 balance。尤其是你俾到個仔俾到99%咁樣，咪即係終於原來你條命長過 expectation 啫。咁你咪申請破產啊啫，好似個法官咁樣，就因為佢活到90歲，因為呢個大鑊，你知係法冇都估唔到活到90歲啫咁樣。
咁但係 anyway 啦，即係而家呢啲就唔係大問題啦，即係我哋可以透過即係用 trust 嚟到管理咯。信託基金，係，咁就即係呢個唔係大問題。咁第二去到現實世界，我講你無論喺一個屋企，喺一個寫字樓，喺一個組織，除咗揸錢嗰個係即係嘅權力之外，其他你一個組織、一個機構或者喺個屋企入邊，你點會有權咧？咁呢個就係一個好重要嘅教訓。我就話俾你聽，權咧係唔係人哋能夠俾你嘅？權咧係你自己 acquire 翻嚟嘅。即係我話俾晒，即係人哋話俾晒所有權力你都冇用，你明唔明啊？為咗你個權力唔係話你俾佢就可以俾到佢。係，其實你要其他人聽你講，就要你建立自己嘅權力，即係咁樣。咁點樣去自己 build up 一個權力咧？嗱，我即係講俾你聽，你點樣喺咩情況之下，大概幾種情況之下，你就 build up 到嘅權力咧？第一就係喺好多association 嗰度，即係咁樣，你講嘅嘢係特別合理嘅，你講嘅方法係大家都信服嘅。咁慢慢大家就慣咗服從你嘅咯，呢啲喺啲社團最容易組成嘅方法嚟咁樣。係呢個就係所謂嗰啲德高望重嘅人。係啊，天然就即係慢慢就係有啲叫領袖嘅咯，即係就先係意見領袖先啦。係意見領袖就跑出嚟嘅咯，即係呢個係呢個即係慢慢就咁樣喎。咁第二就係我曾經講過領袖才能，其中就包括咗你個人公唔公平先。大家都服你嘅分配，因為其實你係一個即係權利嘅分配者嚟㗎嘛，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領袖嚟講，你好 Q 唔公平嘅個人係，咁咧你就永遠咧都係喺內部產生咗極大嘅問題，即係咁。咁啊，好啦，第三啦，當然啦，喺一個商業機構入邊啦，商業機構就睇下你同個老細夾唔夾咯，睇下你幫公司做唔做到嘢咯。一個喺呢兩者之間猶豫嘅 balance 嚟嘅，即係你同老細扯皮條嘅，老細好中意你，你可以一啲本事都冇，一樣可以坐第二把交椅啊！好多人都係咁樣，即係好似陳振聰咁樣咪得咯，即係咁樣，啱唔啱啊？咁第二種咧就係你好叻，你呢一個幫公司賺好多錢，咁老細梗係尊重你好多，但係唔係喎，但係你雖然幫公司賺好多錢，但係你見親個老細都屌佢老母嘅，咁都係大鑊，知唔知啊？我又識得個咁嘅人，咁啊，好似韓信咗一次過幫你搞掂佢咯。佢會忍無可忍噶嘛，會加倍咁仇恨你咯。即係有一個我嘅朋友啦，即係喺間銀行度做到 managing director，我同佢一次去澳門。點解佢即係喺架船度就已經屌嗰個嘢老母屌喺度，即係酒店 check in 仲喺度屌緊佢，呢個邊個嚟？就係佢哋銀行主席。結果佢果然冇得撈手啫。呢啲積怨太深啦已經。佢好叻嘅，佢幫銀行賺好多錢，但係結果都係唔掂。最後嗰個老細終於有一日會諗住即係情願賺少幾百萬啦，都能夠用人力，都好得過啫嘛，錢大把揾啦。但係基本上即係話，我哋成日都喺呢啲嘢度揾一個平衡，即係咁樣揾一個平衡。但係基本上我而家急邊緣回望，唔係講啲咁完美嘅嘢，講翻我自己即係嘅經驗俾大家睇。就係我咧就係咧，成日咧其實由中學開始咧就係咧，啲人有緊急關頭咧就會聽我意見嘅，因為咧處理危機係我處理危機，因為喺好危險嘅關頭你都唔見到我 panic 嘅，即係咁樣嚟，同埋好有主意，喺咩時候都有啲主意。但係咧喺平時咧我又好懶喎，其實我根本。